月は出ているか？月亮出嚟啦嗎？如果你聽得明呢句台詞，應該都估到我今日要玩嘅係機動新世紀高達 X 嘅模型。歡迎嚟到 Mateys Play， 我哋一齊 play 一 play。今日同大家一齊嚟玩嘅係呢盒2013年出產嘅 HG 1:144 Gundam Double X。13年前未玩過 X 系列，嚟到今時今日唔使一嚿水就可以買到呢盒回憶返嚟砌啦。盒嘅側面係 Double X 嘅圖片同埋簡介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一齊開箱睇下。仲有一張大大嘅貼紙，開始組裝。破洞方面，頭部左右旋轉冇阻擋，手臂除咗360度轉動，仲有一個關節可以向前彎出。手臂向上彎曲可以掂到膊頭，向橫伸都可以掂到膊頭肩胛。拉起前裙胛，大腿向前抬高90度，小腿向後屈曲接近掂到大腿。因為後裙板擋住，大腿向後只可以彎到嚟呢一度，大腿仲可以轉動，向外伸大概去到呢度，兩腿之間仲有一個轉軸，腳掌可以咁樣喐。背包嘅噴射口建議黐死，如果唔係好易甩。
我哋而家一齊嚟展開雙位星炮模式。Double X 嘅造型真係好似 Freedom。寶飾方面，除咗眼睛同埋支槍我係用咗佢嘅貼紙之外，其他位置我都係用 marker 筆寶飾，例如頭角中間嘅紅色、頭頂嘅綠色、腳嘅三角形嘅呢個紅色，同埋佢黃色嘅位置，背裙甲嘅紅色倒三角形，背包嘅噴射口、星空灰、衛星炮嘅呢啲綠色，同埋呢個星空灰。都係用 marker 筆寶飾。至於背部6塊充能板、手腳嘅散熱板嘅金色，係噴呢支 TS21 金屬色，再溝 PS27 嘅熒光黃，所以金色嘅位置對 UV 燈有反應。總結一下呢盒 HG 嘅 Double X， 可動方面唔錯，可惜係 PC 件，關節好易鬆。仲有就係手腳左右嘅散熱板，拉開嗰陣比較容易甩，而且要一片片拉開比較麻煩。最好一打開個蓋有聯動一齊喐就比較好。雖然細個嗰陣睇過 X 高達，但係 X 高達相對比較冷門。如果唔係佢推出30週年同埋再反機體，我應該都唔會買嚟玩。Double X 高達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， 喺留言區留低你對呢隻模型嘅睇法，撳埋個訂閱掣，同埋分享俾中意 X 系列嘅朋友仔睇下啦。下次我哋再玩過。